我知影我即摆讲啥，你拢无可能会相信我。要不过，我绝对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的心意，因为我爸会当替金庸洗清罪名，而且我嘛会苦恳警员来甲你相认，甲我做伙叫你一声爸爸。你真是为了爸，会当互金元来认我这个老爸。我甲金元即摆恩恩爱爱，互我这做翁婿来苦劝伊啊，真紧哦，会当有小姐查好消息。我就一摆机会，要毋过你敢听我斟酌。我是无啥有耐性。我知影，多谢车主。先互金元认我这个老爸，安尼金庸认我是早晚的代志。我已经有一个不守妇道的妈妈，即马母道金家，害我失去一切啊！竟然变做我的亲生老爸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我的亲生爸母是我上万分的人。天公伯啊，是安怎是我的上万分的人？是我的亲生爸母，是啊！金庸，你来这要创啥？你听妈妈讲啊。别过来！金庸，我叫你别过来！金庸，别过来！金庸，金庸，你敢冇想要找我帮人放假我隐性？我是什么原因？即马对我来讲，已经无重要。我是要讲民警病的啊！康明姐，我望着点落来的钱，只好乖乖仔听伊的话。嘛，只有我为天生兄，恁才有活路，你知影无？你有啥物论点？应用你的性命来威胁我。阿伯，我就要甲伊拄着，我只好对天生做。我是凭什么要相信你？金庸，妈妈知你真好，也毋过我的心肝毋是铁拍的。我倒转来，我是拼命想要保护恁，恁知影无？真正，我是不忍心拆散恁个万山，所以所有一切拢由我家己来承受。也不过即摆，我为着要救恁的性命，只好甲恁的身世讲出。DNA 的报告嘛已经出来，你确实是天生的囝，无毋对。金庸，只有人走归走，你才有出头的机会。但无我强，我才有法度成为人上人。你的眼中，敢若只有钱，只有款式，连一点仔感情拢无。爸爸对你有情有义，你为着因我富贵，连下你的客人，武道古堡集团，你阁这尔袂见识，叫我林采做老爸。毋是啥物人才做爸，伊是你的亲生老爸。你不是我亲生老爸，我无这种无血无目屎。生我要对老爸爸爸。不管你是毋是要认伊，也毋过你爸家迄现实早嘛转袂转的。金庸，你若真正想要夺回古堡集团，我别人看你会起。在做人这方面，你就爱知影要安怎转弯世界，要安怎存救的道理。你无资格在这甲讲这个道理，我会凭我家己的力量，甲古堡集团抢脱。你想要凭什么？你家己的力量哈？
敢讲你互江明静侮辱还阁无够心？金阳，就算讲你无为你家己想，你嘛爱替金月小想一下啊！你想看觅，江明静是安怎打击你，是安怎陷害你，甚至比你的小妹为着你爱牺牲嫁予伊，你敢会当悠哉的徛你的头壳顶？还阁有，你是安怎阿妹万丧，提早公布集团？你敢真正会当目睭金金缀作无代志，就安尼放伊山心？金苗，你若想要报仇，你就爱比伊搁较强。只要你若变强，你这徛，伊都唔敢前的。无论你安怎保护伊，伊只会当亲像下狗的第四囝，有话无地讲。就只有甲食苦当作是食补。金阳，只要咱母仔囝联合起来，接到伊岛集团的势力，你敢知？咱唔但会当甲江明静扳倒，还阁咱会成为有权有势的人。我敢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无人阁看你袂起啊！我知影我要安怎做。江明静，我会互你心不如死。你若会晓安尼想，妈妈就放心。喂，你要创啥？我是都社长的什么人？你甲董爱咧？啥鬼？啥物代志？这样大细声？你，啊，毋管恁伫倒地，我要恁上好的地。啥？伊即摆身份无共啊，卖了。啥物身份？我才无咧死伊这套咧。我是啥物身份？你讲啊，讲啊！你的身份是我伊都家族的大少爷。金苗，金苗啊，你来啊！你总算是肯接受我这个倒上吼。金苗，金哥爸爸，但是啊，我已经想好啊，就该改做伊道金苗好无？到是啥物时阵要改名换姓？拍啥？人不要跟你相认，咱直接到什么路咧？咱来走。等一下，你是要叫我先？请问，我是伊啥物人？你是迄大兄？啊，毋过是安怎伊对我的态度，这尔无尊重？你是安怎教起来的？金苗，你即摆是用啥物态度甲阮岛上讲话啊？啊，你是用啥物态度甲我讲话啊？伊是我的老爸，阮爸仔囝咧讲话，你这外人会插啥物嘴？对，咱是不要囝咧讲话，无迄个什么大声细声的嘛，吼。中义，无你的代志。金苗啊，有话就好好啊讲啦，莫常常要来遮讨债同款。我就是来讨债啦，我来讨这20几年来，我亲生老爸拢无伫我的身躯边。我来讨我差一点仔就死伫我亲生老爸伊都社长的手头。伊都社长，你讲对。对，应该讨。金苗啊，你啥物时阵要带你妹妹做阵转来倒？这就要看我伫伊都社长的心目中是啥物地位。当然嘛是上重要的地位，你就是阮厝的大少爷。啊，毋过我是安怎感觉，这个人拢无尊重我的。
尤其是伊啦，根本互我看在眼内啦。你只有对恁哥哥爱较尊重。你凭什么啊？伊是我的后生，是你的亲大兄，你无尊重伊，就等于是无尊重我这个倒送。多少？哇，只哦，有你上来，甲哥哥行一下礼。只有听你有多少话，只哦，天生啊，既然笑的都唔肯认，莫勉强伊啊。只哦，较紧的，甲恁哥哥行礼。那个啥，只哦，只有慢点，只有。慢慢啦，你就习惯啦。还阁有一个咧，中义，多少？你上六。金荣啊，从今以后有你在妈妈的身躯边，我就要搁受委屈啦。伊条社长，江明前设计下来的话，我要互伊付出代价。真好啊，优秀必报，甲我的个性亲合。若是说我打三工，我的人随时欢迎你找客。你啥？为即马开始，中医拢听你的命令。双面刀鬼哦！江明前，我绝对会互你好看。警官，即马国宝集团哦，甲以前无共款。我互你看我的业绩。冰姐，给好了！你哪在哪啦？你搁叫，我这倒好死。阿俊，你莫有袂来哦。哼，我即摆啥物拢唔惊啦，我度假出来，就是要来找你，你有我这个交代，你为什么利用我？害我要到大法？阿俊，我是律师，有啥物代志哦，我有法度解决的。嘿，太小，你当我傻仔囡仔？我就是相信你，这样叫你设计啦。你要我死，我即摆当你死。你是谁呀？谁呀？冰姐，你太人了呢！江明前，你啥袂巧？我是注意的，你拄则要提警官啦。伊伫咧世家，伊是安怎拼性命来找你的？伊即摆死啊，死无对称，你要安怎讲就安怎讲。哦，冰姐，你真正是有要求我，唔只反抗的。你还要听伊咧讲话？江明姐，不管你是不是错的，你对我后生所做的代志，你是要安怎向我交代？啊？社长上，迄时阵我根本就唔知叫就是你后生啦。莫甲伊啰嗦，马上报警，甲伊抓起来。不用，嗨，你坐家进前，先甲这离婚协议书签好，阮伊都家族无你这个囝婿。第一，
怎？唔签信？警官，你嘛签字啊？路上叫你脱离苦海。民警，夜头三笑有性命，暗暝也是行久啊，早晚拢会去拄着鬼，这就是你家己的报应。只要你肯知影家己唔对，嘛愿意改错，我愿意等你。警官，心爱，我拜托你替我照顾志强。警官，今晚你要出去？我要提衫去互民警啊。今晚民警今晚已经无法度威胁你啊！你想做歹趁这个机会离开伊？是啊，这是你重新做的机会呢。除了我，无人当甲民警斗相共，伊需要我斗相共。今晚只要你愿意，咱会当重新开始，咱会当当作讲民警的代志，唔捌发生过。这让我继续保护你，好不好？警官，你到底在想啥？民警已经已经走投无路，一无所有啊！伊干那厝我，卡输，连我嘛袂插伊。那安尼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搁加一个好助者，我真正是足惊的。敢讲你留伫身躯边，你就袂惊？你袂记是安怎考到你啊？迄是有原因的啦，伊受的苦，我知影。那安尼我受的苦，你知无？志强，是的啦，我敢若有一个人，我嘛敢若甲一个人斗相共，伊还阁有心爱，还阁有妻儿，民警，敢若有我。也不过我的心窝内，敢若有你一个。志强，就算讲是我讲啦。我真无简单，才互阮爸爸、阮哥哥平安无代志。咱就莫阁起什么风波。我留伫民警的身躯边，我嘛会靠劝伊。你又阁要牺牲你家己啊？毋是为着金明，就是为着大家。你掠准你家己是啥物人啊？你敢真是已经做出决定了？你敢真是袂后悔？你所做出的决定，你真是心甘情愿要做江面一个太太。我甘愿。
代志，就当互你失去你弟？你是算什么贱心啊你？我即摆已经不是真心，我只是一个无心的人。刺激我！你听我讲。你别个讲啊！你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你现在就无出头嘞！查无去，你甲伊事业为重，你的公司的员工，拢需要你赶紧振作起来。你有这么好的前途在等你，感情无应该是你人生的全部，敢不是咧？好多挂过，你唔知影听。我失去所有人，你唔知影听。我当然唔知影，因为我爱你。因为我爱的人就是你。啊，不过我爱你在心肝内，唔敢讲出来。敢若会当目睭见面看你甲根本相爱，看起哦，甲你低调调。我呢，我啥物拢袂当做。你讲我了解这个痛苦吗？你讲我了解无？我了解无？你到底知影我在讲啥无？爱我所爱，啥做查某人拢是遐尔啊讲。想做，你让我想做。其实呢，我唔知你为着我这么痛苦，要么我心肝内只有救我，无可能有别人。是你免讲，你无需要讲，我早就知影，我早就看破。人讲丫头三笑有生命，生命伫倒位，我哪会拢看无？唉，是我运气较差，踢到铁棒，今仔日才会落难屈伫遮。当初时，若是留一点后路互人行，反正我即马就袂遮尔啊悲惨。上山来好你。多谢你。
多谢。你们可以关心我，敢讲，伊真正接受我。另外，多谢安妮，多谢安妮。金家的祖先，请原谅子孙万善的不好，将金阳金我，献予伊的亲生老爸，予咱金家回去香火，将来无人烧香祭拜，请原谅我的不好。敬拜祖先，带我孙金用在遮救助，就算讲我死，我嘛绝对袂改名换姓。我永远姓金，我永远爱做金家子孙。爸，金瑶，也阁愿意叫我一声爸。你永远是我的爸爸。也不过金瑶，林天生才是你的亲生老爸。伊毋是，我永远会记得，林天生伊是安怎侮辱咱金家，安怎想要互阮金家人死。任何对我侮辱的人，我拢永远会记在心肝内，包括江明庆、甲林天生。尤其是江明庆，我这世人绝对袂放伊煞。我嘛无可能令林天生做我的老爸。爸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无人会当跳伞咱爸仔去。金瑶，你会安尼想，爸爸感觉真安慰。也毋过即马，你有满腹的怨恨，会互你失去理智。金瑶，世界上有真多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咱若是拄着，得冷静去面对、去处理。仇恨会去影响到你的判断。天公爷若是有目睭，伊就无应该互歹人继续为非善错。这个世间根本就无天理，只有软弱的人才会当等待报应。我袂等，我要靠我家己的力量讨回这个公道。我要互所有欺我的人付出代价。金瑶，你唔通安尼想啦，冤可改不可见，冤冤相报无时了。爸，只有软弱的人会互人看袂起，只有软弱的人才会互人软土深困。我这世人绝对不爱做软弱的人。林天生凶，我会比伊搁较凶；江明正卑鄙无耻，我会加伊10倍。爸，以后无人敢欺负咱金家。金瑶，不准你安尼做。世界上有一个李先生，有一个江明正，已经有够啊，无需要搁加一个跟伊同款的人。听爸爸的话，爸，刚讲咱啉受过无够济少，水已经饮了后啊，你搁爱继续啉？你会当啉，我袂当啉，我无想要继续啉咯。金瑶，虽然讲有时
要有一寡牺牲，会当忍人所不忍的人，才有法度成就大事业。爸，你做你放心，以后绝对无人敢踏伫咧咱头壳顶。我会不惜一切，保护你甲金华，保护咱金家。你等下看。金良，金良，金良哪会变一个人？你想要痛恨江明正，哪会家己变做第二个江明正？我甲古堡集团交你接管哦。古堡集团本来就是阮金家的，你应该讲是甲古堡集团嫌我才对。我知影你一直想要重整古堡集团，你放心，我会命令我的人全力甲你配合支援你。还是无够。但是如果有其他的需要，你尽量讲，我做一到，我一定答应。我是绝对袂客气。同意。多少？以后金庸就是你的大兄，你两兄弟啊一定要共心，好好啊，甲咱义岛集团的势力壮大起来。嗨，真好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卡孙若无啥物代志，我先离开啊。但是啥物人甲你讲，你会走的啊？你是想要做一个双面刀鬼是？伫伊岛台龙的面头前讲一套做一套。伊伫个时阵，你就甲我讲，你会咧甲我斗相共。伊无伫个时阵，你根本无甲我看在眼内。你哪会使直接发倒啥名？安那？我伫伊的面头前，拢敢安尼叫伊。即马，你是有啥物意见是？甲江明英甲我报出来。报警掠伊的人是你，你即摆又搁要叫我甲报出来，这啥物意思？意思真简单啊！江明正害我伫看守所围过6天，我嘛要互伊试一下。我即马叫你甲伊报出来，迄是因为我想要甲伊留伫我的身边，我要慢慢啊算伊，算甲伊死为止。哎，等我交代你的代志，也袂回头啊！我即马就去办。你安尼走。你来。金勇，我听讲你今日正式接触古堡集团，恭喜你啊！恭喜我！陈生来，你莫搁假啊！你甲江明正联手，甲古堡集团抢去，即马到嘴的肉已经到我的手头，你会来恭喜我？金勇，过去的代志，我知我做了伤超过啊。毋过迄拢是因为客背。好啦！陈生啊，莫踮遐计好路啦！我摕恁客背的代志，就安看你恶毒，是毋是？你甲彭志强做迄款袂见效的代志，你嘛有正当的理由。金勇，你会当恨我，你会当骂我，但是你袂当冤枉我甲志强。我敢冤枉你，陈生啊！你真正为着你的目的，你安尼不择手段。你甲彭志强做的代志算啥？你所做的代志，比我想的搁较垃圾，搁600倍。你干啥啊？拿出去！你伫咧遮，我感觉这办公室足垃圾。出去啦！
准讲冤仇会当化解，错误会当弥补，即马我才知影，我根本就是做孽深重。敢讲，人踏错一脚步，就永远袂用阁行回头。志强，我应该安怎做？袂用，我袂用阁拖累志强啊！金庸爱我，煞袂谅解我。我爱志强，啊，毋过伊煞注定甲我无缘。敢讲这就是天安排互我的爱情？无所有的爱情。毋是有叫哥哥请一个人煮饭互你食，啊，你会家己当去食泡面。阿乖啦，袂要紧啦，搭爸爸一个人食袂枵就好啊嘛。阿乖啦，颠倒是你啦，安尼。拄我才嫁出去无偌久，那变甲这样瘦，完全无亲像拄结婚的人。爸，你唔免替我烦恼啦，只要你的身体会当较紧好起来，哥哥嘛会当较紧振作起来，安尼我就感觉真安慰啊。阿爸啦，这一切拢是你牺牲你的幸福换来的。爸爸是唔甘受苦，唔甘你牺牲这尔大。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互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痛苦，然后大家当平安过日子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有啊，即摆明情已经无法度为难你啊，你若唔趁这个机会离开伊，转去志强的身躯边呢？我即摆回头已经想办啊啦，我已经毋是较早的金元。我嘛配志强袂得过，搁再讲啦，明静伊即马是我的翁婿，看到伊心肝内充满着怨恨，我嘛感觉伊真可怜。假使讲我留在伊的身躯边，会当互伊浪子回头，安尼嘛是算有价值啦。警官，明静，啊你哪会当转来？是中医少爷甲我交保出来，我等去厝无看到你，我想你一定是来看我爸。爸，我过去对不起警官，我已经知影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你搁一届信任我这个囝婿，好无？明静，翁某相欠债，啊，今我愿意予你这个机会，我会当讲什么？不过我警告你，以后若是发现我受到任何委屈，我特别将伊对你身躯边带倒来，有听无？我有听，我一定好好珍惜警官，互伊做一个上幸福的家后。好啦，起来啦。喂，
志强，啥？心爱叫抢弄着？我是去所有人，你唔知着。我当你们知影，因为我爱你。啥做查某人拢是遐尔啊戆？啥做？你看我啥做？心爱，心爱，你真是啊？其实我会当了解你心活内的痛苦，因为咱两个人心活内所愿望的、所想要等待的。我等袂着，因为至少咱会当做朋友，互相扶持的朋友。是咪？你袂孤单，你永远拢会有我这个朋友。我知影，我讲的话你拢有听到。对啦，医生有讲，你有滚回家都会当出院啊。是吧？你有较好无？很长时间，我真是一片，片我拢那个真实。啊，不过，时时也是不肯跟我出走。是吧？你莫安尼讲。你无应该想到你失去的，你应该想看卖啊！你即摆已经拥有的。志强，我可要当问你一个问题。当然会用钱。可是，你是谁？你跟我较早。他没爱我，我真是就怀疑，我就一定心爱。是吧？有啥物话你慢慢讲。警方要甲我移送地检署的时阵，是中医少爷要办交保的手续。心爱，你哪会遮无注意？万一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是要安怎？我希望日子真是那么痛苦。我的脚是我无够坚强，我亲像别人的人命，我不勇敢。心爱，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就是因为环境困难，所以你唔才会更加坚强。今晚我不都要啊，去厝里挑买一款食物件。我哩嫌咩啊？同我讲。金融已经只是接手国宝集团啊，之前咱一个干部拢去互金融换掉啊。这拢是意料中的代志。我伫看守所上几暝，世事的变化
真正有人料想袂到，我得到教诲，伊嘛受到伤害。也毋过，我上安慰的就是，警官并无趁这时阵离开我，伊竟然选择留伫我身边，我真正足意外，也足感谢你。那安尼你就要好好珍惜伊啦。无得靠，金阳看到警官面子上放你爽。金阳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啊！伊目睭内只有想法，我真是足烦恼，毋知影以后会安怎对付你、侮辱你。该来的总是会来啊，大概这就是报应。伊是安怎毋肯离开工面前，转来我的身边？这是我应该爱去做的代志，请你甲我放我袂记啦。kim啊，我行到今仔这个地步，我已经无法度搁回头啊。既然咱拢必须要向前行，那安尼咱就莫搁活咧过去啊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是安怎？请你甲我放我袂记啦。心爱，伊才是你带来去争取的人。伊一直点点陪伴在你的身躯边，暗中甲你斗相共，不过无求什么回报，这真正是让人感动的情景。志强，你真正需要的人是伊。无需要你来决定，我应该爱什么人。kim啊，我本来掠准咱两个人的人生是白做伙的，因为我真是想袂到，你竟然会选择工面前。因为我真心爱你，我袂为难你，我会尊重你的决定。志强，我承认我真爱你，我会选择嫁予甘面前，迄是因为你免搁讲啊！我敢会当怪我家己，我怨恨我家己。是安怎要较积极的？是安怎？我尽我一切力量，甲你留伫我的身躯边。志强，你莫安尼啦，咱互相祝福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我祝福你，因为我即摆开始，我一定好好保护我身躯边的人，袂互因阁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志强，今晚保重。
红姐就来做伊走啊，所有的代志，拢会放我一个人受煞心。我爱寻求自保，帮票之后的代志爱看慢慢，绝对袂让天心发现。我过来啊！歹势，我嘛是这间保险公司的客户。我捌你啊！你唔通伫遐半路认老母啦！我根本就冇看过你，你连别人会捌我？哎，你是一个有名望的人，你捌看我，毋过我捌看过你啊！较早你就是古堡集团的副总裁周玉芬小姐，还是古堡球队之母。哦，足可惜，自从你离开古堡集团，去对迄个伊都社少了吼，迄个古堡球队哦，失去你这个妈咪，现长啉啊哈年水哈一个落甲，所以都解散去啊！实在有够无彩人命啦！今日好不容易大家有缘，嘿，有了这个大名分哦，来拜托，来拜托，帮我签一下名的好无？歹势，我无用。等下，真可怜的伊都社长啊！伊若是知影讲绑票的查某囝是逐工困在身躯边的人哦，迄心内毋知安怎想吼。喂，你即摆是后要讲啥？你想要威胁我心？我甲你讲，乌上已经派人要去抬你袂巧。我袂叫，无啦，你看唔对呀啦。乌上大甲大指头吼，竟连抬我都唔敢抬啦。迄吼真是甲我疼甲入心肝，惜命命，照顾我无所不及呢。足惊我吼向容啊起笑世界安尼乌白讲话啦。但因即摆是走路啊啦，我甲看自即摆开始照顾我的责任，正式移转互你。好。内行啊！来，我跟你讲。你嘛帮忙，拜托的啊！大家变好朋友，莫相害。你开支票，要害我去银行现落插头，把我碰去哦，哈！啊，身躯看偌济现金，紧递出来。咱我甲钱开完的时阵，就是咱再度见面的时阵。喂，欧强诶，你即摆来倒？我要谁甲你见面？无哩。我想诶，你应该了解我约你来的原因啦吼。洪姐也无留半个月，公司收小无看的人，伊人是美队啊。歹势啦，阮阿公资料较详公，也无时间通去甲你拍招呼，你莫黑白想。你免伫遐甲拍啦，人呢？你应该会知影。但即马有到即款地步啊，伊无走出国票红头，敢袂用得成？绑票起号是我甲洪姐斗阵计划，即摆伊哪会当一个人尻川绑派做走？但阮阿公若身份地位是要安怎甲你比啦？你逐工困伫社长上的身躯边，也即马呢，伊搁带恁后生查某囝要另做规装，替社长宣传牛尾，定会算讲是一个大功。就算讲有一天空头若是壁，你也可会当充公保全平安无代志。也阮阿凤啊咧，伊用10条性命来赔嘛赔无够，也因走出国无是要安怎？好，我来求猫咧，你找无洪姐的人，就向我威胁，甲我摕钱啦。我问你咧，你敢有按算来？要安怎对付求猫姐啦？若讲用钱啊，会当插伊的喙工，这是真简单。也恁人社少上有钱有势，也你咧有200亿的身价，求问啊，这唔正囡仔要甲你摕钱，对你来讲嘛是难产的。敢讲安尼你也袂喙，也会唔甘心。我即摆听你讲话意思，
好惨像拢是我一个人的代志共款。洪姐也一走，你就甲代志塞到安尼啊清气，无想要管也是。本来这就你的代志，我想要插啥？我甲你讲，你甲我以后咱最好较莫见面嘞。也若无，若是有社少上知影，有人恐惊对你是较不利哦。不要紧啊，乌上诶，既然你要甲代志提到你面前，咱逐个来先听。我到时想甲落水啦。林天生既然这么想要治我这个囝，我就借来使啦，好好甲所有对不起我的人算一个账。没有，你伫厝啊？听讲你即摆当全力整顿古堡集团，够顺利？你做好真顺利，你无需要操烦。真好。我真欢喜，咱医疗集团总算是有接班人了。我并无讲要接受你任何的安排，我要过我家己的人生。奇妙，我知影即摆雄雄要叫你接受我这个倒送，迄是真无简单。也毋过，若毋是命运的作弄，我嘛是希望讲，是我亲手甲你带大汉的，陪你读册。陪你佚佗，看你一天一天安尼大汉。我捌去互安排过，我唔相信我家己目睭所看的，耳孔所听的。你唔免讲遮尔多，我无兴趣听。你的心情我会当了解啦。你唔是我，你哪会当了解我的心情？我所受到的侮辱甲痛苦，我这世人永远会记在心肝内。包括你，你掠情对准我，想要互我死的情形，我这世人永远袂放互袂记。莫掠准讲你甲我所做的掠底互我食，我就会放互袂记，无可能啦。奇妙，迄是因为你承认手是你压走的，你嘛承认你叫人暗杀我。迄嘛是因为恁甲我扩大成交。这代志。敢有影甲你一点关系都无？我假做假当当，我无做的代志，你是要安怎叫我承认？而且我已经讲过啊，恁就是唔相信。金阳这个囡仔虽然是金万山饲大汉，也毋过有我的血缘，真有气魄，讲话算话，应该是袂讲白真。安怎？你唔相信啥？我相信。我嘛会好好查清楚，到底是啥物人想要暗算我，绑票我的查某囝。咱呢希望你赶紧调查清楚，还我一个清白。我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，把迄个幕后主使者抓出来。无的，是我上大的线索。这个，本心理医生吼，想到一个吼足好的撇步，会马上吼治你的病。我无病，我真好。你才有病啦，迄叫做心病。啊，若心病哦，咱心药来医。来阮啊？不，你莫提起哦，若有病就来治疗哦。志强啊，我啉来哩吼，啉来去足久啊啦，我绝对无会甲你冤枉啦。啊，自从今晚啊吼，叫甘明正以后，到这时哦，你拢无笑容啦。哈，啊，逐工安尼啊，细心来摇头夹面啊。兄弟看你到底吼，生活足艰苦的呢。你小等啊。你以为我要创啥？来，这个俗语人咧讲，天涯好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呢？你看这个查某就好啊。哦，你看，刚才这个目睭哦，有神经我啦无？哦，这个下海啦，你看有这个鼻啊有无？啊，这喙啦，好够神经我啦。
你凊彩安怎看吼？任何一个角度，我是要正看、倒看、顶看、下看，哦，凊彩找吼都金满的影。啊，你若看了会上网吼，我甲你介绍，哦，啊，你干那负责啥物呢？你就振作起来就好啊！你莫搁闹好无？金元就是金元，无人会当代替伊伫我心目中的地位。哎，哈哈哈，有啊，转移目标法。是看我创啥？啊，就志强吼，伊有心病，我咧甲治疗。啊，我突然间吼，我想到一个吼足好的办法咯，就是迄个中心吼开展迄个新的恋情。对吧？我赞成你的转移目标法。我会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工作上。安尼嘛是真好啊。对啊，志强，我得到一个消息，有一个大企业家拍什么成立连锁的健身房，伊需要进大量的运动器材。假使咱会当标到这个 case， 那呢，就当创造非常可观的业绩啊。是呗，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这是我收集的资料，你看来啊。嘿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嘿，我即个才发现你两个哦，真适配呢。老爸，你莫伫遐乌白配对啊！心爱是我的好朋友，嘛是我工作上的好 partner。啊是像规定讲，好朋友袂当变做情人啊。迄是因为吼，心爱吼，啊无怨无言呐，伫暗中甲你斗相共啦。你爱好好共珍惜呢，对吗？我讲对。你莫伫遐一话无白，无就会看下溜白。像我无讲啦。多谢伊多谢长派人甲我交保出来。阿怎？感觉真意外是？我是真意外，也毋过嘛真感谢你无计较过去。那你意思是讲，我失去记忆了是？江明正，进前你对我所做一切，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记得清清楚楚。无啦，金明啊！金明是你该叫啥？是的，是的，是我该死。金总裁，江明正，你敢知影我上介意做啥物代志？我上介意拍你这只野尾仔狗。江明正，阮二嫂会当甲你报出来，随时嘛会当互你死，你上好有讲。金总裁，过去是我毋知影轻重，若是有得失你的所在，请你原谅。明正，你即摆讲的话，敢是真心的？早知影安尼，何必当初咧？我即摆就替阮二嫂甲你教示一下，互你永远会记得。中医少爷，你拍我是为着要讨好金总裁，还是因为你规百岁无戴套，才会拍我出去？因为金总裁出现，抢走你原本想讲会当对伊罗社长手中继承所有的一切，所以你就是委屈家己，忍气吞声。然后再找机会，夺回属于你家己一切。你的阴天捌干燥，真正是无人会当甲你比的。江明正，你家己干燥，莫想讲别人拢甲你共款。你敢讲你毋是？恁两个哦，真好演戏，
嘛算讲是零生零亏的人啦。我毋过，我会互恁失望啊，因为我袂互恁有机会反过头来教我。金总裁，我相信人各有命，就算我天后伯啊，还要做一只狗，我嘛会认命。是讲哦，别人是不是会认命，这我就唔知影。就惊假王子会被惯死。我无需要你来教我安怎做。好啦，咱恁两个人莫踮在遮搞，搞到回哪老啦。我会好好看恁的表现。这彭志强手走心爱，我伫野球界失去名声。即马我第一成绩就有搞竞争，伊是我头一个敌人。我的希望已经拍落。我要抓彭志强这尾戏，恁两个一定要好好合作。你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吼。哎，是。那无还阁讲啊？金庸到底要对志强安怎？你哪会当手残看？我哪有可能在暗中做啥物对不起天生的代志？那安尼，你有啥物好烦恼的？刚讲你教阮常常互咱欺负，嘛无爱甲我合作，甲金庸拍出去。我即马敢若会当尊重岛上的决定，一定是有人存心要来设计害志强。我早就甲恁讲过，金庸要害志强。我的计划一旦执行，就无可能收倒转来。你莫叫是，你是我的亲生后生，就会当无尊重、无法无天。我甲你讲，这个家，同款是我咧做主。我爱志强，我绝对袂放弃为伊的。卡叔，你对这个嘛有意思，咱两个人公平竞争。